本文會以病藥嘅角度去闡釋用神與忌神嘅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嘅曖昧關係。呢個理論不單止應用於八字學，放之於斗數學與相學同樣受用。只要能夠用心體會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嘅法則，其實並不局限喺玄學世界，仲無時無刻展現喺吉凶、利弊、強弱、優劣交集嘅現實生活上。相信係由於建立咗 YouTube 頻道嘅關係，近嚟多咗讀者向道基查詢過往作品嘅情況。如有興趣購買《大道無境》及《天地有律》嘅讀者，可前往萬里機構旗下嘅網上書店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一本買 Book One， 查閱庫存並進行選購。同時，兩書亦已被收錄於香港公共圖書館嘅館藏之中。多間圖書館現時仍然提供借閱服務，歡迎大家前往政府圖書館嘅官方網站查閱館藏狀況，以便借閱。另外，有鑒於兩書已分別出版8年及12年，版權期限已過，道基將從中挑選若干篇章，陸續於個人網站同 YouTube 頻道上公開分享。本篇章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出自道基於2013年投稿，2014年底出版嘅八字書籍《大道無境》。藉此機會，道基再次衷心感謝當年圓方出版社嘅編輯及領導們嘅賞識，願意為我呢位玄學界嘅素人冒險全資出版書籍。呢份知遇之恩銘刻在心。如果你喺收睇本視頻之後有所啟發，歡迎大方點讚與分享。你分享有價值嘅知識，你將獲得更多有價值嘅知識；你讚賞別人，你將獲得更多讚賞。祝各位有緣人閱讀愉快。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人類好少傾向相信太完美嘅事，或者相信太完美嘅人。我哋有時反而會迷戀有缺陷嘅人與事物。我哋追求完美，但唔相信完美。亦或許就係缺陷美可愛嘅地方。病與傷都係造成命局缺陷嘅因素。正如筆者喺後記中提及90-5-5嘅分佈，缺陷有助促使社會加速進步。好多嘢唔係單方面往需要嘅地方增強就可以得到正面嘅後果，特別係一啲關乎人性上嘅處理，例如愛情、人與人之間嘅友情，仲係工作中上司與下屬嘅對待關係。一廂情願嘅付出並唔一定係趨向完美嘅最好方法。喺糖水中加鹽，看似滑稽，卻能夠令糖水更甜，令佢嘅味道更順和可口。病與傷都係命局首要克服同處理嘅問題。對待局中嘅病與傷，好多人只注意到藥嘅輕重，而忽略咗日主嘅承受力。命局只有傷病而冇藥，當然困頓，但只要能夠挺得過去，喺大運中見藥來濟，便可振臂解鬱。如所得之傷病已重得，令命主奄奄一息，中大運得藥灌後，亦只能徒嘆奈何。張神峰前輩嘅病藥論用意甚明，既以病藥為喻，即使得藥，仍需酌量，未為全美也。此之所以，小病得大藥亦常人，大病得大藥方成極品富貴。點解大病得大藥可成極富或極貴，更或兼而有之？世上十之有九都係正常人，命局中有大病嘅人，代表此人嘅生理或同心理必大異於常人。或許喺身體上有終身缺陷，或許喺智能發展上有障礙，或許性格喺某方面極端執拗，或許六親無故缺乏家庭溫暖，或許家境極度貧窮等等。佢哋或多或少都背負住常人難以理解嘅重擔，致使此類人會做出一啲常人不會做、不想做、不敢做、不敢想，或甚至想亦冇諗過嘅事情。大約就係給予條件、環境、際遇，讓此類人可以盡情發揮、盡展所能，以達成常人認為不可能嘅任務，從而走向成功。傷病係對身體單方面嘅壓抑，藥係治療身體，使身體回復正常。當身體足夠壯旺，能夠駕馭傷病，將最大嘅缺點轉化成最大嘅優點，將雙面人操控自如，為己所用，先至係病藥論未能全然表達嘅真諦。否則，將傷病治癒好，又何足以見貴，何足以見奇？當然，你本身必須係舞刀弄人嘅料子，只因暫時身體唔好，力不夠壯健嘅啫。否則一旦藥效過去，殘喘之軀再難敵克泄，如形強行揮劈，人離我邊，最後只會傷咗自己。例如斗數盤中嘅日月反背，此局一直被譽為係傳統嘅負局，但盤局嘅構成卻出奇地有違傳統成負嘅規則。呢類人追求財富嘅原因，都係嚟自心靈上嘅缺失或者不安感，而並不一定係由於出生貧寒，可以係無以名狀嘅若有所失。為咗滿足自己嘅慾望，佢哋有時甚至願意摒棄世俗嘅道德束縛，喺現實生活中運用各種手段去追求物質上嘅充裕。如遇佳運，
因為心靈上嘅無限飢渴得到相應位置，只可擁有一定數量嘅財富。至於能否成為巨富，當需是盤中其他星曜配搭。猶如額上多紋低陷，並見眼神穩定而含光不露，可斷其人見識與經歷一定非凡，而且對人生必有深切嘅體悟。呢個主要係年少時透過各種歷練所得，如備權配合得當，更或富或貴。額主少年入青年，為人生初踏社會嘅階段。額上唔好，額運嘅路途唔會平坦。眼雖住青年入中年，但眼神之多變，係面上想其餘四觀所冇嘅，所以任何時候觀上都不能離開對眼神嘅審察。眼光內藏多見於中年成功人士，呢個係已有所得及對自己能力嘅肯定。呢種眼額嘅組合揭示咗胸口上嘅徽章係以無數傷痕換翻嚟嘅，而此刻卻能安於現狀，而不再需要耀武張狂啦。大病得大藥可成極品富貴，但唔係所有嘅極品富貴都同出於此原則。正如足球係圓嘅，但唔係所有圓嘅嘢都可以攞嚟當足球踢。呢邊打咗你一拳，嗰邊俾你一塊麵包；呢邊割咗你一個腎，嗰邊俾你一棟房。乜嘢先至係人生真正嘅富貴？如何先至能夠得到人生真正嘅富貴？今日嘅用神，或許就係他日嘅忌神。同理，今日嘅忌神亦可成為他日嘅用神。一切在乎運。理論請參閱《用神與忌神與身旺與身弱》兩篇文章。忌神之力再大，只要局中有所制化，便不至弱極不從，旺極不專。運轉之時，則窮亦通，貧亦富，賤亦貴。呢個先至係有病方為貴，無傷不是奇之深層意義。朋友變成敵人係無比痛苦，但敵人成為朋友卻係難能可貴。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留言話我知。多謝收睇，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